keeper。快少少啊，主動啲啊！向前啦！去埋。放開，放開，遮住，睇翻落去遮住。入去啊，起個入去。遮到中間啊 ，Ramsey， 遮翻中間先啦，遮翻中間先啦，後面走咗啦。過嚟。追翻 ，Adam 好，未衝。靚仔。再嚟 ，good。有得咩啦？小心呢個啊！唔使呢句，唔好走太遠啦。埋去啦，邊個埋？好嘢，好嘢。緊要遮翻住，遮翻住。嚟啊！嚟啊！遮翻住啦，遮翻住啦。嚟啊！短啲係，好嘢。冇漏啊！呢度好多人啦，係。早啲向前，早啲啦。嚟，遮翻住啦，後邊啦，遮翻住嗰個啦，遮翻住嗰個。啲左腳啦。我喺度去，上翻俾佢，可以。上啊！要出啦，唔好企喺度磅波啦。OK， 定機先，定機先。望前面，早啲望，早啲望，後壁後壁。遮翻住龍門，遮住龍門，遮住龍門。後啲。呢個係咪？OK OK 夠 OK 等時夠，等時行翻步，等時行翻步 OK。Adam 中間。繼續。再分啦，再分。Good。神呢啊！呢波咧實際少少，猜多兩板順晒啦，然後先收佢。俾前面啦，俾啦，唉，靚仔 ，OK， 早啲俾，仲好。人哋幫，防守翻去防守。南山波嘅，南山波嘅。上去啦 ，Barry。上前少少，你上少少啊，一個上少少啊，唔使兩個喺後邊。好去嘛。過緊路。靚仔。望下出面 ，OK， 早啲望出面喎 ，Barry， 出面好多人幫你啊！入去啦，要夠，入去啦！一個後邊等 ，OK 叻仔，你出嚟，叻仔啊！你上去，Ramsey， 踢上去 ，Tiny 揾空位 ，Tiny 揾空位，走入去 ，Tiny 入去，唔好爭位啊！靚波 ，OK， 再大力少少，俾過去啦 ，Ramsey， 丟球出嚟，做翻啲乜嘢啊？丟球出嚟。反翻去啦，慢慢。羅碌，喺右邊。前啲啊，前啲。你得。快少少啊喂，快少少啊。避開佢。Good。有得咩先？
翻，唔係呢個，唔係呢個。未出嘅，未出嘅。係啊，刪翻個閘啊！哦。斬啊！Ramsey，追到你啦！追到你啦 ！Ramsey 翻到去啦！靚仔，靚女。A 幫佢啦，下次早啲轉身咯喎，係嘛？花寬。短啲。一個去，邊嗰度做乜嘢？揾啦，揾啦，快啲揾啦！個波。再嚟個鐘，再嚟個 ，good。完啦，快少少啦。去啦 ，Yes 靚仔，睇準呢個波先。要諗幾耐啊，爸？一粒就避得啦，頭先。Ramsey 啊，隻腳好慢啊，決定。俾人一推你住，唔是3個，你要喐住等嘅喎，得唔得？Honey 啊，望遠啲。Good。羅攞出嚟。右邊。快少少啊！即刻逼啊！即刻逼啊！未瞓醒啊！你哋。嚟啊！去做。俊成揾嘢做啦，唔好企喺度㗎，唔好企喺呢度㗎。太後啊，得嘅，可以前少少，而家。快啲啊！俊成啊！Adam，你相信係啲隊友啱唔啱先？係嘛？左邊嗰個你睇左邊，右邊有，右邊嗰個左邊有，幾大都跑咁多，然之後搞乜？啱唔啱啊？企應該出現嘅地方出現就得啦，唔係個波出現嘅地方你睇嗰啲。明唔明我講嘛？兩樣嘢嚟嘅。嗱，如果係你諗下，如果係你衝咗埋去啦，係咪？如果你係進攻嗰個，係咪？咁就啱啊！而家佢咁咪啱咯，理想咯，係嘛？我俾咗攞到個波，佢另一邊又可以進發。Tani 拉過嚟 ，Tani， 去咯，點都唔走嘅，帶走佢，快啲啊！追到你啊又！追翻 Tani， 追翻。去埋啊 ，Declan 要。係嘛？好清晰啊！去緊 Declan。咩都要自己做晒，龍門都得㗎，Declan 可以前翻少少 ，Declan 可以前少少。準備動作，喐定。Good。追翻。完成佢。要出嚟啦，係咪啊？要早啲出嚟啦，呢個都已經。簡單嘅，唔使搞咁複雜。唔好成日喺度等啊，要出嚟㗎啦。個場7人咁大咧，你就可以搞複雜啲，空間多嘛，可以亂咁推啊嘛。Tani 噴落去。
睇嚟，睇落去。個場咁細，更加需要多啲控球，一控球知唔知啊？嚇 Declan 啊 ，Declan 喺翻後邊喎，嘉誠喺前面啦。好細嘅啫，而家呢個，所以係用呢個方法。叻仔，呢個。呢個。